2026年4月，香港住宅物業成交數據撮要：一手住宅物業銷售量2311宗，總金額港幣約274.87億。一手住宅樓盤總銷量，估計前5位首案第一期338伙，海堤灣1期297伙，柏傲莊3期295伙，啟德海灣2期192伙，Double Coast 3期125伙。二手住宅物業買賣合約註冊量4774宗，總金額港幣約346.97億。二手住宅買賣合約註冊宗數估計頭5地區：荃灣約277宗，將軍澳約274宗，屯門約273宗，沙田約239宗，元朗約226宗。詳細請瀏覽世紀21香港之樓市研究。